孩子啊，你是阿美族的孩子吗？他们说。是啊，我们是阿美族的小孩。爸爸啊，那你拽古尼亚罗伊说，孩子啊，你们来自哪个部落？我们来自基辉部落，也就是三线那边。那就问到，咦耶耶呜哇哇，咦耶耶呜哇哇，咦耶耶呜哇哇，这6个字，咦耶耶呜哇哇，可以唱一起唱。跟着孩子唱，孩子都会，我相信你们会。把你们的心放下来。你们吃的菜有哪些啊？有底下菜跟生猪肉，漂亮，加盐巴的。你们平常最会做哪些事情？我们会抓鱼跟漂亮。做的，一起唱好不好？咦耶耶呜哇哇！有这个朋友，咦耶耶，嘴巴张开讲不能。咦耶耶呜哇哇，再唱一次吧！咦耶耶哇哇，预备起！咦耶耶呜哇哇，咦耶耶呜哇哇，咦耶耶呜哇哇。自己再唱最后一次好不好？咦耶耶呜哇哇，咦耶耶哇哇，咦耶耶呜哇哇，再唱最后一次，来唱一起唱。咦耶耶呜哇哇，咦耶耶哇哇，咦耶耶。
大家常保赤子之心。